我係鍾佩希，今年7歲，我係一個動靜皆宜嘅小朋友。玩嘅時候活力滿滿，需要靜心專注嘅時候，亦都可以安安靜靜認真做事。我好鍾意睇書，俗語話書中自有黃金屋。書本教導我哋各式各樣嘅知識，但我發現淨係睇書始終唔夠，行出門口親身去睇，親身去摸，親身接觸過，先知道世界原來比書中嘅畫面更加精彩。所以我好鍾意去旅行。每逢放假，我最期待嘅就係同爸爸媽媽一齊向世界出發。接下嚟模擬旅行節目。Hello， 電視機前面嘅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《希遊山海》。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希希。今集會帶大家去邊度遊山玩水呢？唔賣關子啦，即刻帶大家嚟到美麗嘅海南島。海南島嘅沙灘靚到冇得頂，拖鞋踩喺沙上面都唔會覺得急。除咗玩沙玩水，仲有喺澳門好難體驗到嘅港海。等潮退去之後，海邊藏住好多海洋小寶寶。我拎住一個桶同夾，唔使半個鐘咋，就捉到一桶蝦仔、蟹仔，仲見到海膽同超級多海星，真係好有成功感。玩得盡興之餘，海南島嘅美食都好豐富，即開嘅新鮮椰子、生猛海鮮、香甜水果，每一啖都係大自然嘅鮮甜味道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，親身出走先可以睇到更加精彩嘅風景。睇完今集《希遊山海》，你哋仲等啲咩啊？快啲跟住我